修行心得，桃花旺，愛情美滿的秘密是指對自己負責。凡是看到這篇文章的人，就必定會財運爆棚，人人愛你，自信霸氣，永遠健康，智慧無限，逍遙自在。我說你會，你就會。前言斜線寫文章緣起，最近有好幾個人找我占卜，他們斜線他們的心理問題都一樣，都是一般人會遇到，又不知該如何解決的問題。恰好我今天有空，今天就寫8篇文章，把這些問題一個一個講清楚。這是第2篇，講愛情的秘密。正文加原理解釋，先講重點。地球上關係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能量的交互。想讓別人對你積極主動，想自己被動，等着別人倒追我，想遇到和自己不吵架、三觀契合的對象，那你就要立刻停止對別人負責，轉換成對自己負責。最近很多人和我抱怨，他們斜線他們一直遇不到對的人，對愛情有恐懼，害怕遇到渣男。今天我就徹底講清楚這回事。不少人錯誤的把遇到不對的人、遇不到對的人歸咎於緣分，但他們都在渾渾噩噩，不明所以。那緣分又是什麼？緣分其實就是能量、磁場、感覺、感受、情緒。一個桃花的品質，永遠都和你的狀態同頻。我真的見過很多人，前世有很大的緣分，但這輩子被他自己的負能量、負面感受毀了，以至於原本和他有緣的人，最後也變得沒緣分，白白浪費了靈魂伴侶，雙生火焰。相反，我也算過那種桃花超旺的人，他們普遍不在乎緣分，因為他們對自己足夠自信，有足夠高的配得感，自己努力提升自己，所以宇宙會獎勵這種人。就算沒緣分的兩個人，也會把他們命運背後的紅線連接在一起。具體做法，要對自己負責，為了遇到好桃花、金桃花而自己給自己吊瓶，不要為了等待愛情而荒廢自我，過度熬夜、敷衍運動，不要讓自己散發出焦慮、匱乏、不積極的磁場。正是因為你如此匱乏和不積極，所以你才吸引來和你同樣匱乏、不積極的人，這就叫吸引力法則。不信的話，看看那些原本愛情關係好，後來冷淡了、失敗了的人，就知道了。他們就是原本情緒好、磁場好、很自信的，所以原本男友把他們當女王。後他們情緒低落之時，就是他們愛情不順之日。相反，你活得積極，你的桃花就必好。再加上你要用假設法則。假設法則、吸引力法則、顯化法則是三位一體，是一個意思。如果你總是假設我未人愛，他不愛我，我不值得，我不配得到專一的愛，那你在現實中就真的會這樣。你會在感情中故意委曲求全，放低姿態，遷就他人，最後陷入不斷內耗、犧牲的關係。記住，你的底氣、你的自信才能讓別人愛你，你的委屈、可憐只會讓別人更不愛你。為何？因為人都是慕強，即是慕強者的心理的。你自己夠強大，就不怕別人不主動。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底氣，這份對生活的底氣，掌控感會轉化為一個極其穩定的能量場，就像盛放的桃花自動飄香。就算這朵桃花不刻意去勾引蜜蜂、蝴蝶、蜜蜂、蝴蝶、蜂鳥，人類都會自動被香氣吸引而來。而花朵枯萎，那別人自然不會來。懂？總結，桃花不是憑空掉落到你頭上的運氣，而是你的內部想法投射到外部而已。你真的只需要只對自己一個人負責就好，你的愛情對象就會自動對你超好、超主動了。就這麼簡單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。